12月7號記得投票。大家好，我係1號候選人盧婉婷。荃灣同葵青咧係我成長嘅地方，係我一路以嚟居住嘅地方同工作嘅地方。我對我區咧非常之有感情同埋熟悉，懇請支持本區人1號盧婉婷，多謝。我係民建聯2號嘅郭芙蓉，喺荃灣葵青成長，服務社區已經超過10年，亦都係連續3屆嘅直選區議員。作為2個小朋友嘅媽媽，我希望我哋嘅下一代更加美好，團結發力，為港增值。大家好，我係3號工聯會嘅陳穎欣 Joey Chan， 力爭連任，唔使學可以即刻埋位做。無論係地區議題、醫藥政策、國際發聲，永欣都有政績，大家都有票俾，但係都講性價比。10月7日，請大家集中票源，全家動員支持我3號陳穎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嚟自新民黨嘅4號候選人張文嘉，我係現任嘅荃灣區議員，亦都係舊年仁濟醫院董事局嘅主席，英國劍橋大學生物化學系博士畢業。大家好，我係5號經民聯莫依琪，服務地區11年，希望以經民聯工商專業嘅力量改善經濟民生，為青年、為社區、為香港，入議會有乜出奇？荃灣同埋葵涌都有好多樓宇已經超過50年以上嘅歷史，舊樓結構性老化，都有漏水、滲水等等嘅問題。部分單位又用作劏房分租，令到建築物嘅狀態惡化嘅情況更加嚴重。推動舊區重建，研究喺現行地積比限制下釋放發展潛力嘅可行方案。推動地積比異地嘅支援，提升發展商參與嘅動力，全面改善居住環境同埋社區配套。但係有不少舊樓嘅業主，佢哋都會缺乏舊區重建、舊樓收購相關嘅資訊，佢哋唔知未來嘅願景係點，所以建議政府要有專責嘅部門喺收樓過程之中介入，早啲宣傳業主嘅保障，並且提供法律嘅諮詢，期望業主可以知道未來嘅願景，令到大家收樓嘅時候更加順暢，兩邊都開心。多謝。新界西南咧舊區嘅老化，主要咧就會帶嚟3大嘅影響。第一就係樓宇安全嘅隱憂，舊樓嘅滲水問題、電力嘅跳掣、壞升降機等等咧，都會影響居民嘅日常生活。而第二就係長者咧出行好麻煩、好唔方便，因為冇無障礙通道設施咧，令到佢哋咧生活極度不便。第三咧就係社區嘅活力下降，公共嘅設施陳舊，影響居民嘅生活質素。所以我認為政府要從3方面推動更新。第一，做好支援，推動舊樓維修資助津貼去資助舊樓嘅大翻新，減輕小業主嘅負擔。第二，要解決難題，改革滲水辦，設立一站式嘅快線，簡化呢個流程，希望快速咁樣去處理呢個滲水嘅情況。第三咧就係要優化環境，我哋爭取重建街市，優化海濱，全面改善社區設施，令到居民咧住得更加安心，社區重拾活力。荃灣葵青咧都有唔少舊嘅小區，但係都有分公屋同埋私樓嘅。對舊嘅公共屋邨嚟講咧，重大嘅原則就係有原區安置嘅選擇。私樓方面咧，我哋嘅團隊都做過問卷，86.6% 咧都受滲水嘅困擾。咁我哋都要求咧滲水辦提速提效。而立法會亦都修訂咗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，今年8月份生效，延長調查妨擾事故嘅時段。成效咧有待觀察。無論點啦，住喺舊樓咧，收到消防令11次嘅驗樓令咧，街坊都會好頭痛嘅，因為要使一筆錢去維修一啲維修唔到嘅嘢。維修完咧，環境亦都唔會合乎成本效益咁樣變好。咁所以咧，市區重建就係一個終極嘅方案，可以解決以上嘅問題。咁我哋倡議咧係油尖旺嘅片區重建模式，可以釋放地積比，規劃埋一啲咧社區缺乏嘅設施，例如智能停車場啦，一啲康健嘅設施啦。但係重點係咧，新起嘅樓宇要係可負擔嘅，唔止係發展商贏、業主贏，租客都要贏。咁舊區重建咧，其實都係我哋非常之關注嘅議題之一啦。始終都係牽涉到居民嘅日常生活住行啦，同埋亦都係安全嘅。咁而我哋區內咧，亦都有唔少喺早年落成嘅公共同埋社區設施，包括有街市啊、政府嘅診所啊、社區中心等。咁呢啲咧，其實都係屬於低密度同埋單一嘅建築。但係隨住區內人口增長啦，同埋社區嘅發展，我哋睇到區入邊嘅社區設施同配套咧，已經不合時宜啦，甚至係不敷應用添。所以政府喺推進重建計劃嘅時候，我哋建議政府咧要加強對舊樓維修嘅支援，為樓宇嘅大維修啦、強制驗樓啦、驗窗同埋滲水呢啲問題咧，提供呢個協助。希望我哋啲市民咧都可以住得安心、住得開心。我認為新界西南舊區老化呢個問題咧，導致我哋嘅社區設施不足，居住環境惡化。部分嘅公屋好似長青村舊式街市，缺乏咗無障礙升降機等設施，導致咧行動不便嘅居民舉步維艱。而且我哋長者同埋兒童嘅康體設施分配亦都不均，影響咗居民咧居住嘅幸福感。
就住以上嘅問題，我認為政府要盡快推行呢個舊區重建，結合翻近年新公屋嘅落成，去加快公屋重建，方便原居遷移，亦都係重推呢一個租置計劃2.0嘅好時機。提倡翻長幼共住，令到青年去置業嘅同時，又可以照顧翻長者。為我哋舊街市興建翻呢個升降機，使人人暢道通行，善用閒置嘅空間，增加翻我哋社區設施，實現可持續社區更新同埋長者友善社區。